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2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建议讲，政府要开始管制大型活动的人数，还有轻症患者的留点诊所、医疗系统安尼才记载会掉。有武汉肺炎的患者踮日本已经复原，结果倒转来台湾佫验出病毒。医生讲，这是和体内所验的部位病毒济少有牵连。武汉肺炎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台湾的股市今日跌121点，加在101点5条。观众朋友，下晡2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咱国又佫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计共有41个病例，这是第34个住伫咧北部迄个负责人的查某囝。另外，因为喙炎的产量有较增加，当厝去成年人7天内底会当买到3地，13岁以下幼囡仔7天会当买5地。咱来听陈时中指挥官的说明。那首先跟大家宣布我们家新生第41的案例，第41的案例是34的案例的女儿，那因为有到医院里面发病之后，到医院里面做照顾。那第一次采的时候，1采是阴，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所以做了2采，那2采是阳，所以大家有时候有一个疑问，就有一些我们是1采，有一些是2采，那当然会根据整个在检验的时候的一个表现，还有最主要是专业的一个判定，接触的他的接触史，那还有各种的情况。据以来就是说，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们也今天宣布，我们在实名制，上面做了更改。我们从每天的成人每天口罩7天2片，我们要增加为7天3片。那儿童的口罩从7天4片增为7天5片。另外，台湾出发去以色列的旅游团，因为刚飞行机顶头有一个以色列人确定得到武汉肺炎，规团11个台湾人去互航空公司要求直接出境。这11个人按算今日尾暗会到台湾，有症头的会隔开采检，若无发生症状的会在家检疫14天。咱国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人数已经41个。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早起嘛表示讲，在因咧看即边含62当前探甲全世界的流行性感冒是真相像，嘛建议讲政府要开始管制大型活动的人数，搁有若轻症的患者要尽量留点地方的诊所，安尼生医疗系统才记载会掉。因为公共卫生防疫的工作若做会好，就会当争取搁较侪时间，赶紧来研究治病药品，搁有预防针。全球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一直增加，有不少国家拢发生社区传播现象。台大公卫学院研究团队表示，这波疫情跟1968年爆发的全球流感差不多，建议政府提早部署社区传播防疫准备，大宣导民众做好个人的卫生，莫减少大型活动举办，甚至将社会顾虑变大。亲像上无爱隔开1公尺来规范户外聚会人数总量管制，因为研究发现，若是一场聚会有200万人，就可能增加1300人共感染。我们可以推算不同活动之间，它可能可以产生的这个感染人数。那这是我们推估200万的人可以产生1300多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另外，根据 WHO 的报告显示，武汉肺炎的患者依照疾病严重程度，轻症患者占8成，重症有2成。学者嘛建议病人就医爱用分流分层的模式，亲像社区爱有真侪发烧的检查站，对查旅游史，互轻症患者留伫基层就医，也是伫厝的自我照护，减少户外传播，重症接到病院，互病院会当维持专门救治重症的医疗能力。我们要怎么样让哪一些病人可以住在什么样子的医院？那重症的病人显然是必须要分散在不同的医院，因为没有一家医院能够承担所有非常严重的病人。学者强调，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无药通医，嘛无预防针。不过，若是非药物介入的公卫防疫措施做了好，疫情就袂伤急伤紧，嘛袂影响伤侪人，都用争取偌侪时间来研发预防针甲治疗药啊。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第40个诊断确定的患者是因为进前去坐宣州公主号游览船，所以伫咧船顶画着踮日本的病院顾甲完全，验2摆拢无病毒。结果倒来台湾隔开14天，这中间验到第3摆，所以佫是阳性有病毒。
感染科医师是讲，量鼻这是和体内所验的部位病毒侪少有牵连。总是第3摆才验有病毒应当嘛是已经真有限，唔免当作过头严重的代志来打扮。国内出现第一件武汉肺炎病毒阴转阳的个案，北部70多岁女性顶个月坐船就公主府，2月测试到日本了后，继续留伫船顶。2月15伫日本采检出阳性，带院隔离治疗。25日本2摆采检是阴性，出院坐飞机返来台湾，带院隔离检疫。第一摆阴性，第2摆是伫阴阳之间，第3摆采检是阳性。理论上，一次检验呢，可能有30%的机会是为阴性，2次就变成9%到10%，那3次呢就会降到可能3%啊。那如果3次都是阴性的话呢？做错的机会就很低了。感染科医生分析，阴性转阳性可能是采检到的部位病毒量无共款所造成的。不过第3摆再采出阳性，病毒量已经增加，应该未变防疫空芳。医界未少专家嘛认为，无需要因为安尼修正14天隔离政策。不过北向隔离的人，家己要有警觉。他们被隔离，根本不可能再度感染。最可能的就是说，你采检的时候，你有时候采到的检体量里面的病毒比较高，那有的时候比较低。所谓的复阳，它的病毒量都好点低，然后它的可以想见说它的传染性也比较低。专家认为，先出现感染者阴转阳的个案，不过因为这个案伫倒来过来了后，都直接入去负压病房，医护人员拢有真好的防护措施，免烦恼佮感染其他的人。目前武汉肺炎病毒上大问题，也是更增加无症状的传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要起点新竹市内的马街儿童病院，白日来设超过400顶的病床，还有儿童癌症早期治疗和教育的中心，还有幼囡仔夜间急诊者的服务。早起正式举办动土的典礼，蔡英文总统嘛亲身去参加，伊也特别感谢这段期间医疗界的辛苦，佮望讲全国的人民拢会当尽量甲医护人员鼓励佮支持。那么未来新竹市马街儿童医院将成为桃竹苗唯一0到18岁的儿童专门的医院，受惠的不只是新竹市民，更照顾到整个桃竹苗地区的需要。儿童医院可以视为国家现代化的程度跟希望的指标。那么要成立一家儿童医院，也比成立综合医院困难很多。这更是国内第一座由地方政府以 BOT 的方式支持筹建的儿童医院。我要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全国所有的医护人员，为了防疫的工作所付出的辛劳跟牺牲。指挥中心会全力协助医疗院所做好防疫准备的工作，也希望民众给予医护人员更大的支持。蔡英文总统借早起动土的典礼，向全国医疗人员辛苦特别说谢。不过，致辞讲到一半时，会场对面的大楼了后发生抗争的事件，有民众按窗仔口绕白布条出来抗议，佮制造鼓吹声，要影响活动进行。总是蔡总统也全然无受到影响。今日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佮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视察，因为翠炎的产量佮来增加袂少，民众徛命咧买，敢愿会当加挂？苏院长讲会随时调整。当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下晡嘛宣布讲有要增加咯。总是苏院长嘛讲尊重专家会议过的结论，同款建议讲健康的人翠炎免挂，佮提醒公职人员、民意代表配合防疫，尽量爱减糟炭。行政院长苏贞昌搁再视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落车就先甲指挥官陈时中讲话。最近哪也这支翠炎无够用，但是翠炎的产量慢慢咧增加。有立委建议，是命这应该放零到大人2礼拜6片。苏贞昌强调，会看情形来调整，但是优先先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未来随着口罩产能的增加，我们也会随时来调整对国人同胞相关的配合各地各种需要，我们会调整相关可以实名制领取购买的片数。
甲其他国家欠喙癌的情形比起来，苏贞昌认为台湾的喙癌攻击是较稳定，但是疫情继续在滚加，政府敢是要维持健康的人唔免挂喙癌的原则。苏贞昌指出，会尊重专家会议的结论，而且呼吁公职人员甲民代带头配合防疫，唔通走摊，减少防疫的空芳。啊，若是疫情继续在拖，中国籍的人士有台湾的健保的议题，又搁互人提出来讨论。苏贞昌表示，会照永续公平的原则来进行。像奥巴马总统都直接点名台湾的健保非常值得参考。那我们的健保绝对不能让它倒，要让它永久存续，对国民最好。因应疫情造成的冲击，港澳政府采取直接发现金予人民，互台湾振兴权的效益受到质疑。苏贞昌指出，唔但防疫，搁爱纾困振兴，会做上好的处理。国所做法常被其他国家的人民要求，他们的政府应该要学习台湾经验、台湾模式，所以我们都会斟酌国内的情况，做最好的处理。日本武汉肺炎确诊的感染人数继续在升悬，当时的升级旅游警示，苏贞昌要尊重疫情中心的判断。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已经有无牌外国看护确定治病，新北市政府当时要将逐一年4月拢会举办，规万的外国劳工去参加的泰国泼水节活动取消。各个赶紧店有咧买卖东南亚日用品的遐个店头放宣传单，教人抵挡疫情。行政院的林万益政务委员嘛提醒讲，即马要紧是连遐已经脱走的外国劳工，咱嘛着爱联络会到，这个防疫的卫生知识嘛着爱教因会到。新北市府当年4月拢会举办泰国顶球友谊赛甲泼水节的活动，吸引万名渔工同欢。因为今年为了防疫决定取消，武汉肺炎出现多遭渔工确诊，台北车站也已经禁止渔工伫大厅聚会。这样就比较好呢，不然带你规全部安尼团练安尼唔好啦。然后每天我们都要出来那个推阿嬷去公园啊，去看医生啊，所以不够用。有家属渔工表示，家己会当讲是规年拢无休困，台湾取消大型集会对影响无大，颠倒是欠喙暗的状况，互伊真头大。新北市府初一调集中介开会，也有中介反映，拄啊到台湾入境的渔工，还未取得居留证甲健保卡进前，无法度买喙暗，会形成防疫的空隙。市长也承诺，就是说针对第一次入境来台湾，如果这些外籍劳工有发烧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地方来作为暂时安置的一个场所。新北市劳工局讲，也会为这礼拜开始，伫东南亚商店放防疫资讯，将商店纳入防疫的据点。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是认为，即马防疫重点保持清查移工敢是合法，多找失联移工拢应该纳入防疫卫教体系。防疫当然是不分合法的移工或者失联的移工，应该全面都纳入到防疫的系统。不过劳动部已经表示，上近这礼拜起都会伫病院启动核对身份。医护人员伫登记陪病者的时阵，会当凭着外籍看护的居留证查询敢是合法移工，这敢是代表着加强查缉。林万益回应，劳动部一直拢有咧查缉，不过即马上重要的是，互卫教资讯传达到所有移工手内。记者综合报道。昨昏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指挥官才提醒民意代表讲，无糟摊无失礼。今日早起在调在野的立委拢有出面表示支持，甚至阁有立委指出讲，立法院内底咧质询证人嘛是拢用共一支麦克，这嘛着爱考虑到卫生问题。武汉肺炎的疫情严重，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向立委讲，民代应该减少糟摊的行程，无糟摊袂失礼。条立委拢表态响应，那立委认为好好用网络、来电话沟通，减少面对面感染的风险，慢让做好三面沟通。网络真的很好用啊，我们透过这个线上的方式啊，不见得要到线下第一线的接触。他没有一个罩子，没有套子。你说一个人要是感染，他的飞沫在那里，全部的人细菌全部都会感染到。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过嘛，你有烦恼，立委质询的时阵，拢伫个密闭空间，到底用共一个麦克，有防疫空旁的记录，鼓励立委挂嘴质询，避免感染。
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表示，民进党中央顶礼拜开会时，已经加强宣导减少走团行程。上礼拜三开中常会也有呼吁说，我们党的成员尽量少跑团嘛，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跑团除了民意代表之外也有蛮多地方的人士也会在这个走动嘛，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尽量自主的调整行程。一些要去卸票活动啊，或者是要去跟社团对话的方式，都减少很多了。防疫时期，立委呼吁大家互相配合，但别位表示，在过年期间已经取消发春联、发红包的行程。嘛认为较少走团，为立委开始，地方组会嘛要自主调整行程，闪开人济、高风险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北市高文体市长伫咧 Facebook 顶头说明讲，家己拍算是去治疗 Noro 这款胃肠方面的病毒，嘛讲会去告伫咧网络顶头散发假公文，讲伊是去挖着武汉肺炎遐个人。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早起是讲，已经有传1000桶顶的眠床位。别日咱若真是病院患者顾袂去，就挺好，互医护人员刷入去带，这是量早准备，通好医疗界上界大的支持。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咧传，假消息是夜飞。前几天有网友以台北市政府发公文的形式，讲台北市长郭文哲敢若是去得到武汉肺炎。郭文哲一透早是伫咧家己的面册铺文，佮打出家己开会的相片，表示家己是伫咧3月初1，敢若是去得到诺罗病毒出现落屎的情形。毋过强调无影响家己上班，佮讲我咧就是上大的报复。针对恶意散布假消息的人，台北市政府会提告。这样子的假消息，其实我们都一律严正的澄清。那市长他其实是肚子腹泻的部分，其实跟武汉肺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个部分针对假消息，我们也会请北市府的这个警察局来做调查，然后也会提供。防止疫情继续传，台北市政府也有新北市政府一透早拢实施门禁的管制，出入的人就爱量体温、喷酒精消毒。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是去新店青年社会主体视察，针对移工个案逼出院内感染的情形，为着避免大型社区感染的出现。即阵已经传1022个床位，要提供给医疗人员来带。我们需要超前的部署，在社区感染以后，我们所有的医院一定要收治大量的病患，必须要有清空的计划。我们特别把我们央北的社会住宅，不但免费住宿，我还会提供交通运输、垃圾清运等各项的服务。除了要让伫咧第一线作战的医疗人员会使专心照顾患者，侯友宜也要求校内的病院就要做好分层分流，避免疫情扩大。若针对非法移工防疫的措施，侯友宜表示，病人需要移工斗3工，防疫的期间针对非法移工会采取较有春秋的关怀方式，也希望中央一礼拜会使发2个催案，互入境的外籍移工。记者安敏金由水丹冲维综合报道。因为北部有病院发生几落个人互相烧话的情形，高雄医学大学的病院这边嘛加强安排，像讲负压力的隔离病房，但是改用唔免有医护人员搭入去，就会当观察病人的呼吸甲心跳的新系统。就连病人签名嘛换用平板电脑，就是要尽量减少有早去捌着病毒的情形。民众若是对你以为境界第3级遐的国家倒转来，嘛换7点户外看诊甲摕药啊。病床的顶面加装一个监控设备，高压负压隔离病房启用无接触监控系统，透过这个设备，24点钟掌握病人的体温、呼吸和心跳等等的生命迹象，可以去监测体温，还有呼吸，还有心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护理人员跟医师需要进去里面帮他做这样的一个检测。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切切实实可以减少医务人员感染的机会。降低护理人员每天3遍进出负压隔离病房的风险，无接触性的监控设备，用影像显示病人的活动状况。另外，病人签文件嘛改做平板电脑，减少纸和污染物的传送。病人要签署一些同意书的时候，那他其实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签名，然后就上传了。以前如果是用纸张的话，纸张要怎么消毒也是一个大问题，它不可能喷酒精消毒嘛，所以以前我们是放在这边照紫外光。另外，本来针对中港澳回来人士提供的关怀问诊，扩大提供14天内对韩国、意大利这个国家回来无发烧也是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室外看诊领药啊。发布3级的原则上，我们在我们的看诊系统里面
就是进到我们医院之前，我们就会开始查到之后，我们就会转介。那他也可以预约。科技防疫病院无分内外，真侪方法进行，要避免发生院内的感染事件。记者李小燕、赵冠高雄报道。因为进前遇到武汉肺炎过往迄个载人客的司机，有一个亲人是伫咧台中市一间做肉的工厂上班，啊，搁一个是咧带食品工厂。这两位的员工嘛，拢得要隔开观察14天。今日时间到，众人拢平安，嘛回去开工咯。不过因为食品工厂这边关系，这14天的薪水安怎拍，还未决定。台中市劳工局嘛讲会继续沟通，尽量顾全劳工的权益。经过14天的停工，也有全部员工家己隔离。台中市这间木器工厂2号正式解禁，上班时间一到，员工拢来到公司拍卡上班。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14天的追踪，所有的员工采检拢是阴性，嘛拢无出现发烧、气管嘛无症状。那这些人经过有属于接触者的，我们检疫全部采检都是正常。那剩下的人在家这14天来都非常的正常，都没有任何的状况。所以今天他们已经满14天了，所以今天工厂就开始可以运作上班。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国内唯一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车司机，分2名亲人分别伫咧木器也有食品工厂上班，而且2个人拢是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今仔日2间工厂拢解禁，不过复工了后，员工上烦恼的就是隔离期间薪水要安怎算。木业为什么会比较没有问题？因为他已经是答应要全额给薪。那这一家那个食品业者哦，那因为他可能受到景气的影响比较深，那所以那他能够提供全额给薪的情况哦，会比较有问题一点。台中市劳工局指出，在咧停工期间有继续追踪2间工厂，目前木器工厂的负责人已经同意员工隔离的14天会来付全薪。不过食品工厂到即马拢还无结论，劳工局会继续来协调，和劳资双方拢会使接受。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嘛已经大大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顶礼拜世界股票市场强起来，博6条的美金无去，尤其美国阁是2008年金融风暴到呾，博上界忝的一摆。虽然台湾因为2月28礼拜5休市有闪过一关，啊，毋过早起一个开盘就补跌袂少，盘中有了超过240点，尾手是博121点，收在咧11170点，加在11000点，股也有调。顶礼拜全球股市落甲稀烈烈，尤其是美股大落3500点，亚股是全部差不多拢落。不过台股顶礼拜因为2月8休市是闪过一场灾难，初二台股一开盘就面临爱补落的压力，小股民是支撑袂调。我对台股没有信心了，绝对没有信心了，除非有特效药出来了，没有的话还是都在这边整理了，整理完之后还是会下跌了。台股盘中一度落超过240点，指数上加来到11049点，是今年指数的上加，面临11000点的保卫战。尤其是大型权值股变做外资的提款机。台积电、鸿海甲大力光开盘了后落的幅度超过2%，不过传出政府的国安基金入场护盘，电子权值股的落的幅度是较少。尽管分析师表示，台股最近落的幅度压力袂少，若是美股继续搁落，恐惊出现一波卖压。未来疫情慢慢蔓延之后，全世界的活动可能都是暂时停止呼吸哦。你看，像苹果、美国航空，连万事达卡都特别提到，未来可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调降它的财测。重点，美股是全球股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明灯、一个指标。如果它不好，全球股市可能都不会有好的一个趋势。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股市深受沉淡的卖压。对欧美到亚洲，全球爆发股市的大灾难。早起亚股是升落才过起，日经指数开盘就落跌要300点，不过盘中回升，并配来翻红。南韩股市、香港恒生指数等嘛暂时回升开红盘。若是台股的表现，分析师是认为外资的卖压震荡，出现震动的整理状况。虽然有国安基金护盘，但是补落的压力是袂当减少。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提悬做第1级的开设，行政院的大小部会嘛尽量准备应变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像讲科技部就穿好网络作业的系统，万不然后公务人员就要在家来架开，就会当直接踮线顶处理公事。搁有当年拢算上万件的科学研究计划审查，
搁来嘛会当用网络送资料，搁经过网络评审。拍开电脑，先拍阵列资讯，再使用自然人凭证和系统造一个，就当直接伫线上处理公文。透过这个 Hacking 呢，建立一个安全的一个 VPN 的一个通道管道，好，然后再透过我们自然人凭证的方式呢，然后进入到我们部内的一个行政系统的一个整合，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权限，它可以使用不同的系统。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发展，疫情指挥中心一举开设各部会总动员，超前部署。科技部先将线上系统布置好，万不利公务人员向隔离，皆当稳固办公。另外，当年几落万件的科研计划审查冇专用系统，原本设计是要方便审查委员作业，毋过拄到疫情的变数，即马审查委员甲送审单位经过线上操作，减少面对面开会时间，降低传染的风险。线上的这个委员，他如果登录的时候，除了登录他账号密码之外，我们会给他一次性的密码。那在资料的部分来讲的话，那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系统来讲，我们都透过加密的这个机制，它的操作的一些记录下的指令，我们都会做一个 log 的记录。这个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这也是过去几年来努力的看到的一些成果。我们其实在过去也通知了很多跟这次疫情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新创团队，包括像 AI 啊，或者是包括像这个快速检测。甲过去面对 SARS 等疫情无共款，即马唔管是防疫第一线的线上技术、体温监测，还是防疫甲医护单位的资讯串联，甲先进行预防的线上学习、线上工作等系统，由于科技发展愈来愈进步，出现更加侪应用，变作疫情防护网的建立中，被当欠缺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当时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验出了武汉肺炎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昨日嘛公布引起中国调查了后的报告，讲这款病毒真熬炭病，爱有其患者有14项较接会产生的症头，包含发烧、打扫，阁有喘气会过头紧。美国当时又阁发生第2宗死亡的病例，就连上界出名的纽约这州，阁有范围上界细的罗德岛这州，嘛拢验出头一个患者了。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有继续在团状况，已经进入紧急状态的华盛顿州，当地时间初一出现第2件死亡病例，死者是一个70多岁查甫人，原本健康无问题。若是第一个死亡的50多岁查甫人，身体状况是真好。而且纽约州甲罗德岛州嘛出现第一个确诊病例，2个患者分别去过伊朗甲意大利。欧洲意大利过去24小时新增加病例幅度要到50%，已经要1700例，死亡人数嘛增加到34个人。边防局长普瑞里强调讲会加强防疫准备，希望未来10天会当控制疫情团开的状况。Ma non bisogna dire che ci prepariamo a fare nuovi ospedali, a mettere in piedi strutture di ricovero. Noi lo dobbiamo essere già pronti prima ancora di pensare alle esigenze. 法国甲德国累计确诊的病例已经130个人，法国有2个人死亡。巴黎罗浮宫的员工烦恼疫情拒绝上班，找医师闭关1天。I want to go to see the Mona Lisa, the painting, but unfortunately it's closed. 观光客是真无奈，毋过为着防疫，法国政府顶个月底就决定禁止5000人以上的室内公共集会。原本定伫咧3月初1的巴黎半程马拉松嘛延期，不过个部分的选手当天也是坚持去行路面顶走标。加勒比海多米尼加初1嘛出现第1例。苏格兰头一个患者去过意大利，英国目前累计确诊人数36例。中东疫情上严重的伊朗病例佫增加到要1000例，死亡人数54个人。疫情伫咧全世界60多国拓开，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伫咧2月28公布40页的中国考察报告，指出病毒的传播力真强，必须采取高标准的应对。嘛列出患者出现的14个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咳嗽、亚痫、有痰、喘气真紧、筋肉也是关节痛、脑后痛、头痛，而且佫会胃寒冰白，也是想要吐、十片、落屎、咳嗽有血、白人红红。而且嘛指出，病毒算是新发现的病原体，人类还无已经知影的免疫力，病毒的动物来源嘛还未查清楚，可能是亚婆，毋过中间宿主还未查清楚，所以已经出现疫情的地区会有佫压起来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澳洲，咱嘛发生头一宗得着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日本当年拢有几落万个人去参与的东京马拉松，但今年敢若要开放予200个正桥的选手去参加尔。另外，南韩敢若新天地这间教会诊断出致病就超过2000人。
南韩首都的市政府嘛要求检察官以牵涉杀人、伤害，佮违反防疫这几条罪，开始调查教会教主李万熙。南韩的武汉肺炎大部分确诊的人甲新天地教会有关系，首尔市政府曾要求检方以涉嫌犯杀人罪、伤害罪，甲违反防疫相关法规，调查新天地教会教主李万熙甲12个分会负责人。另外，有教会真心员提出刑事告诉，指控李万熙妨碍南韩政府的防疫工作。根据统计，南韩拢总确诊人数已经破4000例，死亡来到22例。其中上无有2113例是新天地教会成员，佮出现境内上少年的确诊患者，是一个才出世45天的查甫囡仔，伊老爸是新天地教会信徒。美国国务院29甲大区市的旅行预警调到上悬的第4级，就是禁止旅行。3月7日是韩国争取独立的运动纪念日，总统文在寅伫演说中表示，会甲北韩、日本斗阵对抗疫情。 북한과도 보건 분야의 공동 협력을 바랍니다. 世界6大马拉松之一的东京马拉松，为了防止病毒拓开，取消38000个业余跑者参赛，加开放差不多200人，小至奥运的参赛资格。最后是艺术比赛选手雷杰瑟摕到冠军。观众朋友，上届新的消息是，南韩新天地教会教主李万熙，头拄已经出面向所有南韩的民众跪落去回失礼了。李万熙表示讲，为着抵挡武汉肺炎疫情逼开，家己也用心计较，想无到也是造成这么多感染者，家己相当的抱歉甲失礼。讲完，伊也即时伫咧镜头头前跪落去，要向南韩人民表示失礼。 来讲，马来西亚最高的元首宣布派任原住民团结党的主席穆罕丁担当首相的职务。不过，当请示无偌久，迄个前任的首相马哈蒂批评讲，这款安排是违法，伊会经过国会投票推翻这条任命。因为新任的穆罕丁无有捌贪污过旧势力的支持，这也引起人批评讲，这款的任命是伤害到马来西亚的民主。 捌做过内政部长甲副首相的土著团结党主席穆尤丁，在伊伫国家元首苏丹阿布都来见证之下，进行第8任首相的宣誓就职仪式。引爆这场政坛权力大乱斗的前首相马哈迪，迄天嘛伫吉隆坡开记者会，表示家己去互反背，任命案无合法。社群媒体推特用“毋是我的首相”这个标签，嘛变做上热门的主题，有47000条推文。 we are going to see a man who does not have majority support will become the Prime Minister. This is a very strange thing because the result of the 14th election should be that the winners form the government. Here we are going to see from the same election, the losers will form the government. The winners will be in the opposition. 今年72岁原本甲马哈蒂是同一个人选穆尤丁，胜出的关键是背后有旧势力武统甲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政党 PASG 为着要阻挡武统迄寡贪腐的势力转来，原本要甲马哈蒂前首相大位的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甚至第二到态度转变，公开支持马哈蒂，为着要保持做下甲文化多元的希望人民积极的地位。A couple of years ago, a couple of journalists asked him,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self?" He describes himself as a Malay nationalist, so we expect a lot more pro-Malay policies coming from his government. 马来西亚总人口有6成是马来人穆斯林，华裔甲印度占差不多3成。2018年，安华甲马哈蒂放下这多年来的恩怨，合作推翻武统60多年的统治。即马煞因为官庙甲国人的恩怨，互一切拍拼拢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有法变有破，咱嘛着要有信心，相信讲有新的病症。 都有新的先进的医生来看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这间病院，近来要替一个专门咧研violin小提琴的艺术家开刀切脑部的肿瘤，为着莫去伤到伊头壳内底控制神经线、镜头的神经线，影响到别日的表演。医生竟然决定讲要哪开刀，要求这个病人哪研violin，通过判断讲这中间伊的脑神经是毋是有去受到伤害。
医生测度大脑肿瘤，按那伫手术病人可以当有小体型，真是电影是真正手术。英国伦敦公学院病院1月份替一个小体型家动手术时阵，可以伫清彩状况营造小体型。伊是53岁小提琴家特纳，伊2013年得到脑癌，迄当时已经开刀治疗，想不到去年底又搁发作，该当搁动手术。I was the one who mentioned very early on in all our meetings we had that why don't I play the violin so I can preserve or they can preserve the areas in my brain which would affect my violin playing. 因为医生测度肿瘤时阵，可能会伤到控制手的脑神经影响演奏，特纳就提议，可以伫手术中有小提琴来判断神经是毋是受损。一开始医疗团队阁无确定，敢会当做会到。啊，毋过就伫手术前一天，向通知伊早小提琴，真正是哪开刀哪有小提琴。And then I remember that my bow kept hitting something or someone. And I always just thought, get out of my way, I need to play louder. 规手术用4点钟才顺利完成，特纳测度肿瘤，脑神经嘛无受损。主治医生表示，这是因几落摆的手术上特别的一摆。对特纳来讲，这是几落摆演出中上特别的一摆演奏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国内大细间学校安怎样带动病情摊开，备办者的工课。国立的大学内底，台湾大学学生人数上介济。学校伫咧各系戏馆、图书馆，阁有餐厅，才会较侪人伫咧出入的场所，拢按早起8点到下晡5点管制出入口，阁替学生磅体温，若发烧就赶紧送病院。若了后有流鼻较咳嗽，就要挂喙罨，才会当入去上课。学校的面积真大，又阁是开放空间，开学啊，大正门甲边仔门拢无特别管制，啊，毋过较侪学生出入的馆舍有管制动线甲出入口，逐工都透早8点到下晡5点，所有的人拢爱磅体温。发烧或者是有明显的这个呼吸道症状的话，我们会请他戴上口罩就医。我是药学系的，然后我们的系馆就是有配酒精，然后出入好像也会有警卫帮你量体温这样。遐大占的数量有够，啊，毋过大学生要到32000人，用普通教室来举例，一天出入就要到5、6千人次。校方目前有3只红外线热相机，其中一只就摆伫即个学生出入真济的所在。啊，若是东吴大学2个校区总共有5只热相机，从透早7点半开始，一直量到暗时8点半。光是全校测体温这件事情哈，我们就动员了全校教职员工440人轮班制度来完成这个工作。事实上，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大学想要防疫是不简单，各学校拢唔敢放令。大考大讲，若是师生即摆学校若像有发烧，会先送去单独的宿舍来隔离。大是先联络保健中心了后，即个送病院。卡叔讲了后500多个中港澳学生解禁入来台湾，有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需要，到时阵会经伫咧学校以外所在来进行。这个校园之外，包含着台北市内外都有可能我们去寻觅相关的空间。大表示，照指挥中心的决策，若是老师甲学生确诊，相关实体课程会全部停落来；2个人以上确诊，即个校区所有的管辖，还有所有的实体课程嘛，拢会停落来。目前已经有做好远距离教学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看台南成功大学，这是各系所拢开始办理旅客才会当出入的制度，尤其成大医学院隔壁就是成大病院，防疫工作做了也搁较严。规栋大楼封锁，才敢若剩一个门。毋若讲出入爱磅体温、写调查的文件。上课的时，老师各拢着爱翕相，因为未来若真然有疫情发生的时阵，才会当追踪患者和人直接的过程。啊，中兴大学这边是38栋校舍，全拢有设检疫站咯。成大医学院的学生排队旅客确认身份，刷落来填调查表，记录旅游史等等相关的资料，佮磅体温才会当入去校园。大学开学的头一天，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学校的防疫是真严格。比较严格一些。不方便还是怎么样？不怕，我觉得要配合，安全最重要。入去教室了后，除了安排学生座位爱隔较远，减少群聚风险以外，嘛建立教学平台签到的系统，掌握老师甲学生出席的情形，或者是请老师上课的时阵翕相，未来若有疫情的时阵，会当追踪接触史。做定位以后，我们会照个相。那照相以后确定它的位置，
那这个照相不是为了点名，是为了万一有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疫调比较容易执行。另外，台中中兴大学是规间学校38栋的校舍，拢设置发烧的检验站，嘛安排爱对高一个出口来出入。逐工派专人伫发烧的检验站磅体温，确保校园的安全。害怕是不会，因为大家就是有紧张总是好的，因为这样对防疫比较有，就是会有一些实质的作为。我们学校在这个礼拜正在采购红外线的热像仪，会在学生出入最频繁的6个角落来做，就不用各大楼来做。大专院校开学，结束有史以来上长的休寒。面对武汉肺炎疫情，还阁继续咧拖。教育部除了公告各大专院校防疫的重点以外，各间学校嘛家己加强防疫的工作，要把疫情的威胁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大家讲完，咱来讲小学。来看台中雾峰东林国小，才有学生囡仔运用上课学到的知识，利用世界出名的Lego斗格仔，组织一只机器人。利用电脑设计出一款用红外线感应的消毒机，咱若双手握过去，机器人就会除酒精出来，有影是方便又阁卫生。寒假结束，学生囡仔排册包入教室进前爱先磅体温，双手着消毒，就是要来抵挡武汉肺炎。不过详细看，甲学生囡仔除酒精的，不是老师，是一台消毒机。我机器人的老师那边有看到他们有做一台，然后就想说做一台来试看看。它那个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就是可以自动消毒的机器人。很开心，我们一个小朋友用他在学校学的 EV3 机器人的技术，加上写程式，他在寒假就组装了一台利用红外线感应的一个自动消毒机。所以在开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因为它这样子的话，有机器人的感应室，然后可以让孩子就避免反复的接触，减少那个感染的机会。原来这款可红外线感应自动甲人除酒精的消毒机，是学生囡仔运用伫课程学到的知识，利用Lego机器人结合程式落去设计的。学生若亲身测试机器人的结构敢有适合，就连其中的程式嘛是学生家己写的，有影无简单。用EV3组装的，然后程式也是自己写的。它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就是用红外线感应可以喷酒精的。咱一边也是也袂掂，学校严格进行防疫时间，确实记录学生的健康状况。伫上课的时，加强宣导健康意识，佮结合学生设计的消毒机器人来防护，就是望甲传染病的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中部的消息。云林县土库镇有一笪饲猪仔场，利用2月28休困迄几日偷排废水，造成镇内新庄仔大排全拢猪粪咧流，空气嘛真歹味。经过民众向环保局检举，采样调查了后，才发觉讲，这笪饲猪仔场根本就还未摕到排放废水的许可，但是会以违反水污染防治法来处分，上当阁会当禁止营业。云林土库马公社区拄日8连假到镇，空气当中拢有一个臭干干的味。当地农民发现讲，这寡臭味是拄新庄大排出来的。进入来看，发现讲水内底煞有猪的排泄物。结果向水头来查，发现这寡废水是一间饲猪场所排放的。不管是水污染还是空气污染，在台湾都是这样的模式。只要休假日就很大胆，那也不用避讳啊。所以从昨天晚上排到现在都还在排。当地环保团体表示，日8连假上下尾一天接到农民的反映，去现场来看，发现讲也是搁伫排废水，马上通报云林县环保局，稽查人员赶来现场稽查，证实这个饲猪场的排流口确实有废水伫排，随照水务法来处理该处罚。只发现有违规的事实了哈。那经过了解，这个畜牧场它本身目前是没有这个合法许可的排放了哈。那确实有排放的污染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针对这个业者的话，会用违反水务法的规定跟他裁罚6到600万最终他当然可以到达那个禁养的一个阶段了。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这个饲猪场旧年有真侪届经营者换人的记录，目前这个场算是废弃的状态。废污水的排放许可必须要重新来申请，业者目前是违法排放废水，后续会搁针对水质检测报告的部分，若是无符合标准，会当搁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讲完，咱来讲南投国姓乡的南港村，这饲鹿的事业是闻名全国。在庄的土地公伯嘛，饲鹿的业者尊称做鹿神，当年佫拢会举办祭典。
总是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病情咧传，敬拜六神的庆典，嘛会按到3月25才举办。目前全台湾水鹿仔差不多有6000外只，南投国姓乡南港村就占3000外只。同年2月到3月开始收成鹿茸，嘛是鹿神节闹热登场的季节。国姓乡南港村饲鹿仔历史已经有100多年啊。当年居民要去拜公庙无够钱，有一天有一只水鹿仔来甲庄仔内，居民甲鹿茸卖掉了后，装着起庙的钱。自迄当阵开始，居民世代拢靠饲水鹿仔为生，为着感念土地公对地方的保庇，甲拜公庙改起做5国宫，嘛宝贝请示玉皇大帝，甲封土地公做鹿神。所以，逐年土地公生，南港村毋但甲土地公祝寿。饲鹿仔农民嘛庆祝鹿神圣诞。为着要尊敬咱的土地公吼，咱就甲这个封这个鹿神吼，我带动地方的繁荣，大家有钱好赚吼，大家平安吼。所以咱今年的鹿神祭的活动，也是讲鹿跑，也是摸彩，甲公餐的部分主活动全部拢停止。祈求鹿神保佑大家平安。为着感谢鹿神保庇合境平安，庙方管委会邀请地方参加团拜。虽然今年鹿神节活动因为武汉肺炎缩小规模，鹿神节嘛原甲3月25举办，但是饲鹿仔农民共款用虔诚的心，感谢鹿神永过的保庇，嘛祈求来年会当顺遂。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台湾永早几百年前，荷兰人统治郑成功统治的时代，捌有人讲台湾当时是鹿仔的故乡。观众朋友，你敢要信？事实较早台湾真正山内真侪鹿仔，真侪人拢掠鹿，才交番出国销到对外国去哦。尤其真侪古早俗语话，原来拢甲鹿仔有牵连。国政今日扣出几句来和观众朋友互相探讨一下。头一句，咱来讲，永早迄款社会，咱嘛知影讲，一来好野善差真济，二来咱古早时代劳工要哪有权益，所以毋才一句俗语话讲，烫正脚的育鹿，穿皮鞋咧食鹿肉。是啦，辛辛苦苦烫正脚咧掠鹿啦，但是虾米人咧享受？穿皮鞋咧享受咧食鹿肉，这总是讲资本主义的社会难免会发生。毋过，都是工人团结竞做伙，大家落去争取，毋则讲艰苦人，咱会当主张得到社会认同，得到政府指甲讲，袂当搁安尼生，或者穿皮鞋伫咧遐摆，烫正脚的人讲讲理无土头，袂当。古早社会确实安尼哦，确实是烫正脚咧育鹿哦，毋过穿皮鞋咧享受咧食鹿肉哦。这就是因为社会有即款代志，毋才有即个俗语话说出来。尤其讲，你若即马即个时代。鹿仔都无比以早遐尼接看到，即摆鹿仔真罕见啊！哪有即句俗语话？就真正国政安尼讲的，鹿仔的故乡事是真，古早的俗语才会说不真。较早真正讲食鹿肉，这真正享受的代志，才有即句俗语话安尼说出来。烫正脚的艰苦人伫咧掠鹿的时阵，到尾拢趁互遐穿皮鞋咧享受。这袂输着咱较早无咱真侪俗语话讲接近的道理。你敢袂记得讲？永早解文说字，咱嘛捌讲过，讲烧肥的食气，即笑的困意，若拍面照皮，家己原来毋甘尬，讲会寒甲半小时。过来，咱过来讲一句，讲因为以早真正鹿仔真稀罕，所以斩尾狗，有人讲会掠来鸡肉啦。斩尾狗，迄狗尾你甲斩掉，遮残忍，毋是这俗语话是咧批评讲斩尾狗袂输。鸡是鹿仔共款，因为鹿仔较好，鸡鹿仔较稀罕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咱另外俗语话咧讲，袂肥鸡喘，袂有钱，原来鸡好野人款，有无？确实社会真侪即款人，毋则即句话是真正咧痞相的。讲斩尾狗，你着鸡鹿啊，无影真正的鹿仔啦。过来，咱讲饲鹿仔，讲即个畜牧业讲完，咱来讲农民，讲台湾传统的种植即门的头路。
当年24节气的立春和春分中间，就是早冬稻啊、黄啊当咧播的时阵，真侪中部的农民嘛，把这2天啊天气反烧了，开始赶紧咧叮当。按今年黄啊介绍和报工、芳工，这工钱和逐一年拢无啥争差。农民嘛望讲会当风调雨顺，今年稻啊就通较丰收咧。谢谢。看铁牛啊一直咧芳，无闲甲稻啊报落去田里。立春到春分这段时间，正是中华甲河美地区早冬稻的报田期。农民趁天气还袂歹，开始犁田种植。目前啊稻啊的成本啊即摆就超报工啊超700块，啊咱黄啊片啊目前38，啊一份地超30块，超30片。啊，所以这几年啊真芳工咯，现在啊拢超真稳定。农民表示。虽讲今年黄啊介绍报工和芳工的工钱和用过差无介济，不过因却拄到一个上大的问题。阮要买肥料，拢感觉较无好买，有当时拢会去买到人因咧老的啊，定酷酷的迄。所以阮对阮来讲，这项的咱讲，政府来讲请肥料啊甚至讲，平常因这站大家若咧欠肥的时阵啊，看因有法度算讲加班落做较济咧。因为南部报产期较早，所以换中部要种植的时，常常买无适合的肥料。农民希望政府会使倒处理买无好肥料的问题。另外，受到进口米的影响，最近这几档台湾米的介绍拢无介偌好。看天食饭的做事人也望今年稻啊有好收成，通卖一个好介绍。记者综合报道。毋通低头落地，世间也有百般的工艺。咱若是讲到写，普遍都拢会想到是咧制作新名厅内底咧用的一寡用品。啊，毋过当有一个少年师傅运用写的特性，设计出真侪生活中的产品。尤其伊是专工去到鹿港，对出名的写艺专家陈万玲学功夫。永暗9点，台湾新眼界节目要招观众朋友来看少年师傅黄新雅用心推动传统的工艺，会当有新时代的进展。历史上真久以前，就用石来做餐具，后来嘛大量用伫咧庙宇的器具，亲像是香炉、蜡烛台、花杆仔等等。当时伫北中南各地嘛有专门拍石的家，其中佫以鹿港上济。黄新雅当初嘛特别去鹿港，向国宝级的写艺大师陈万玲学功夫。所以过去咱的写器对这个民间也是很广泛的在使用，包括你女孩子的嫁妆里面一定要有写器，所以迄个时阵咧做较无法方便，就是因为爱去招呼商会所。陈万玲的后生，甚至即马连孙仔拢缀咧学写艺。毋过，陈万玲严格程度嘛，互后生陈志成拄开始学的时，心内会受伤。毋过，陈志成嘛讲，就是因为有严师才会出高徒。后来有接受了讲的，这嘛真趣味啊！所以有产生个兴趣，才会一直甲，才会决心甲阮爸爸安尼一直学来啊。其实家己人。我会想到讲，较早阮爸对我较歹的原因啦。伊就较要求啊，先生一寡人讲严师出高徒啦。是陈万能老师，他有几个儿子，然后他儿子都有在传承。那后来其实我们不是直接跟陈万能老师学，因为他自己就也是很忙，所以我们其实是跟他的儿子那个他在台中帮我们开了一个课，学生就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其他人，对，但是我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要做自己的创作，所以我们除了基本的以外，我们还会做自己的东西。那做的话就来问老师。用一年的时间为台北去台中上课，学完了后，黄新雅嘛无互师傅绕开，用家己设计专业功夫，替写艺做出无同款的变化。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观众朋友，这礼拜天气较有变化，下半晡各地头温度的关系，咱就同齐斟酌看。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7度到21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0度到26度。台南、高雄、屏东23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18度到23度。
金门马祖平湖13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